月19號晚上7至9，咁據我所知咧，就好多人都會喺嗰晚咧就會食飯啦，可能係做冬啊，咁跟住之後一家人噶嘛，即係約埋去食飯啦，即係咁啦嚇。咁食飯嘅時候，咁你可以咧，即係假設呢度就有張飯台 ，OK， 有張飯台，咁我就攞個指南針去度呢個正西邊，即係坐喺張台嘅西邊。然之後咧，你可以買一啲叫花生啊、粟米啊，即係花生或者粟米，即係一粒粒嘅嘢，咁啊坐喺西邊嗰度食，咁就得噶啦。係冇簡單。咁我相信咧，嗰個飯台就啲人會淨係坐晒喺西邊咯，即係東南西北啊嗰啲咧，完全就冇人坐咯。我哋即係一家人可能有8個人，勉強埋晒。嗱，其實勉強唔一定要食花生，即係你食飯都得嘅。即係總之一粒粒細粒嘅嘢就已經 OK 噶啦。咁同埋咧係要揾一碗，即係一個碟啊，或者一個兜啊，一個碗啊，咁樣裝住啲飯或者裝住啲花生，裝住啲粟米，咁就得噶啦。咁如果我唔係喺屋企個飯台，我喺全屋嘅正西邊都得，即係全屋嘅正西邊都可以。咁譬如好似你嗰一日、你嗰一晚，你唔係食緊飯嘅，即係總之19號嘅7至9，即係夜晚啦。咁你就喺屋企正西邊，咁你攞住一兜可能係即係花生啊、爆谷啊、一粒粒嘅嘢啊，即係豆豆啊，即係嗰啲咧。咁你坐喺嗰個叫正西邊嗰度，你食翻7分鐘、17分鐘，即係或者其實最好就十零分鐘、15分鐘以上係最好嘅。但係師傅有冇話呢個係貨咩㗎？即係可能貨姻緣，呢個係貨錢，呢個係貨錢嘅，即係財運嘅呢個係。咁所以如果你想增加你嘅財運咧，就好簡單一個動作，食花生啫喎。